有未少的民众伫咧过年前先甲饭店的大门关甲买起来放。行政院消保处抽查到全台湾100间的旅馆，有37间违反着定型化的契约。譬如讲，这个大门馆会当来注明着犹太的期限，但是咧袂当来注明着使用的期限。都有饭店伫咧这个大门馆来注明讲过年袂当使用，其实这拢已经违法咯。乡亲若是买着有问题的大门馆，拢通往去甲地方单位来申诉。各种水上游乐设施，不管大朋友、小朋友，拢算甲真欢喜。过年期间出来佚佗，大旅馆享受饭店的设施。不过消保处稽查，业者卖大美馆有问题。37%的业者并没有完全符合住宿券中所谓的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中的规定。调查发现，全台湾100间旅馆当中有37间无合格，其中有名青级的饭店嘛互点名，包括台北华国大饭店、宜兰兰城精英酒店、台东治本老爷大酒店，拢是因为饭店大美馆顶头限定使用期限，互认定违规了后，已经改善。另外，阁有业者违反礼约规定和无写申诉专线等等。目前，阁有3间业者，2间伫花莲，1间伫婚林的饭店业者，也未做改善。我们是在去年度，就是109年的12月的时候，收到消保会的这个纠举。那我们也就是尽快是在去年年底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个修正，那把不适用日期的部分改为加价使用。消保处提醒，若是民众有买到问题大美馆，会使甲地方政府申诉，或者是会使照消保法的规定，甲业者申请退钱。过年要到啊，出去佚佗大美，嘛会记得看清楚大美馆的标示，确保消费的权益。